家直播呢，那就起步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我是林峰。呀，从嘛这是的嘞，我问起那么严，你带领我去连着学别跟着的生意的些呢？哎，给你一个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四川甘孜白玉的，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还有一首歌呀，可以说是红遍了藏区各地呀。阿嘞，等这时候我就怕见飞就白玉那个哇。哎，你们南藏沙拉，西拉西罗布林卡。哎，可以，你看都知道了哈。No pulinka me, na shimi na zom salimari. Stana ka zom sana, se no pulinka. No pulinka me, na stana ka zom salimari.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mi nan zong sa le mare hi nan zong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hi nan zong sa le mare ta na zong zong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ta na zong zong Salimare Mi nanza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mi nanza salimare hi nanza sa la si no pulinka No pulinka me na hi nan zong salimare Rita na zong zong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rita na zong zong salimare No pulinka me na mi nan zong salimare hi nan zong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hi nan zong salimare chi nan zong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chi nan zong salimare hi nan zong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hi nan zong salimare Rita na zong zong Sa la si no pulinka me na rita na zong zong salimare No pulinka me na rita na zong zong salimare这白玉扎西啊，在之前已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啊，而且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叫《阿爸的微笑》，特别的动人好听，对吧？是我们的大量的那些呢，可能阿爸和可能新着的，可能了就比巴恰的了点点这边量些人多。这大量那些呢，我就比如这些个用量啥把忙不起碰到，大量就不做了我这些的，哎，大量比如这些呢，好先把它唱的吧？哎，是受了很多啊。这就叫不仅叫作品这个精品，人也精简了，对不对啊？这到的，当我这样的比如这些个我做了我这些就利用的，跟我这个记得。Tering le tomate chena balang o tese de kamba pe ke batins
康巴贝的那个朋友的，等你这个运动，气，等你年通，对来说吧，拍起来打上在这里边，等你这个气呢，拍一个日动球，门，所以呢对来说参与，等你做不能比，对啦，家乡蒙藏弄了些，个人去。风儿轻轻吹过，飘来一股清香，那是家乡的茶，久违的藏茶香。蔚蓝的天空下，弯曲的山路间，仿佛看见妈妈曲折艰辛的岁月。阿爸讲，阿妈念，金沙江畔的康巴白玉，阿爸唱，阿妈跳，手持锅庄，牵系着萨玛王朝。扎希隆比耶本拉，塞吉切切呀拉玛兄。阿拉塞吉切切呀拉玛兄，这里有康巴大地的古刹文明，嘎头白玉古寺的千年历史。阿康巴白玉阿一巴耶，阿些萨扎西巴耶。那是家乡的茶，久违的藏茶香，蔚蓝的天空下，弯曲的山路间，仿佛看见妈妈曲折艰辛的岁月。我在赞，你在颂，这四二王的传奇之地。我在想，你在念，康巴高原深处的秘籍线索。这里有得天独厚的风光，这里是近在天国的画廊。阿康巴白玉那一趴耶。那些萨扎西阿耶，扎希隆比耶本拉，塞吉切切呀拉玛兄，阿拉塞吉切切呀拉玛兄，扎希隆比耶本拉。塞吉切切呀拉玛兄，阿拉塞吉切切呀拉玛兄。
台风切，我们以前很少听到白玉扎西用汉语普通话演唱歌曲哈。热到到热当天嘛，去个内容从这些呢，怕且别给同你连的话，因那样大家看背些这个内容的加给同你连都讲得到。当然，一样的动听啊，也让我对白玉扎西更加充满了好奇。热到到热当啊，这了把中了讲这那些呢，怕给买同你内容连就的那还就加全部热了，但你加给同你连他就得用靠这个检查这点的啊。哎，让我们继续来听扎西推荐他的新歌吧。唱的呢，扎头起这个那个，俺同科学些把的，现在把我这些人，这那个俺同科学些把的，利用的，利你他把的利几的那热了嘞，等你俺妈都蛮多把等你把车起在出把热，等出把那边，加上毛在弄了些，自己去。拉在中中，拉在路起大步，路在世界上中，用身上比扎希。人给松枝中中，松枝大起大步，大子个松上中，用身上比扎希，大子个啥上中，用身上比扎希。这种松中用身上比扎希，我们这种松中用身上比扎希。他要说家中的你给口松个呀，那呀了你三比十几婆娘人的呀，那呀了你三比十几婆娘人的呀。他说家中的你给口松个，那为了你三比十几婆娘人的，少年这都有比给口松个，西江就莫让你高一把几人送，西江就莫让你高一把几人送。就脱离拉链子吧，也嘛有种子把扎希到结从的，下几个都我们讲到下我见着，下几个都我们讲到下我见着。萨拉贝东子比东往哪里西修？罗伊西就我们沿着去的村吧，那几张嘛打动拉上那不分账，那几张嘛打动拉上那不分账。哎呀，这首《我和百灵鸟》真的是很动听啊！这到这大，我都可以你个是为了的是那样，我从穷地里大家全部也别给特别那个那样子的。我们年不多，这大年丰了。我那个就被这些个主播做了，我这些这那样的是那样草马来掐起全部多啊。哎，这新歌怎么会非常熟悉呢？等你我今天的这大东西用了是吧？来吧，赶快来听听吧。唱的呢，我这个。扎头起的那个，等你了东部阿拉康巴些把的钱那把那我这些人，马个了你起的呢，个都被简单起的，等他去我这个来了伊，第那呢的用的阿拉康巴个用的，木叶起的我这个，个咋呢，起啥把的那这了的，
드니 치 아라 칸바 치 노네 칸바가 사차동 드니 칸바네 르가디 잔소 드니 칸바가 포사 텐다 치노네 치에 드니 냥해 조보나 베자쇼 몬자노라 해 드지체原来是这首歌啊，叫《阿若康巴》。我曾经听过这个村根老师演唱的《阿若康巴》，把咱们康巴汉子的豪迈那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也听过丹巴旺姆演唱的这个《阿若康巴》，旋律非常的柔美。但是白玉扎西演唱的这首歌呢，又给我们不一样的全新的感觉。这到的当个最被扎西个见扎西那样哈种很不多，但阿罗康巴是一个利用的那些的那样个就蒙这个利用的扎西呢，不是初步些吧到，懂得从不是初步也记得很好嘛还过更多，但想了被扎西个主播做了个这些就利用的扎西那样，蒙这个利用机30些年来不人多，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呢唱的呢，扎头吃这个那个。这么大的马戏表演的，现在把那我这些钱，等你给给对别空的给，等他去利用起来，等我穷的等他年度时间全部去，我来要用，
땡이 때 젠징이 용량한테 실례 드네 나르게 로지 산직 드라래 빌로지 드네 자시 조보나비 자시 몬자노라히 타기들好，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真的是非常的不舍呀。这不能把带领我这个直播你连线的新的的年长下来，直播最近门头你我这连线了，ทุก个家小梦总能住了，突击切。拜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从马切林。赛琳。Cái mà sẽ ai cứ chia đi ra